馬太福音16章，有幾個法利賽人老撒都該人來見耶穌，想要害佢，就要求佢行一個神蹟，來證明佢所做嘅係對上帝來嘅。耶穌講：臨暗暝，你就講，天公日天出好天，因為天邊牽風下。早晨頭，你就講，今日會有風雨，因為天烏烏。你就千會看天色，總係看唔出倆時代嘅兆頭。一個邪惡唔信嘅時代，正要求神蹟，總係除了約拿嘅神蹟以外，無別嘅神蹟可本你就看。耶穌講了，就離開佢哋。學生退到湖對面去，唔記得帶餅嘅。耶穌老佢哋講：你哋愛聖人，愛提防法利賽人、和撒都該人嘅法教。佢哋彼此暗中議論講：佢講倆解話，怕係認為我哋無帶餅嘅。耶穌對佢哋所講嘅，就問佢哋講：你哋用辦議論無餅嘅倆件事呢？你哋嘅信心特色咧，用辦到倆下還無明白。咁講，你哋唔記得用5隻餅本5000人吃飽嘅事嗎？這時你哋飲千多籃嘅水嘅，還有用7隻餅本4000吃飽嘅飯，你哋要飲幾多籃嘅水嘅？用辦還唔明白，我唔係同你哋講餅嘅事，你哋愛提防法利賽人、和撒都該人嘅法教。學生倆是真的，耶穌並唔係喊佢哋提防餅嘅地步嘅法教，係愛佢哋提防法利賽人、和撒都該人嘅教訓。耶穌到凱撒利亞腓立比嘅地方，才給位佢問學生講：一般人講人子係瑪撒，佢哋應講：有啲講係施洗約翰，有啲講係以利亞，也有啲講係耶利米，也係其他先知嘅一個。耶穌問佢哋講：你哋呢？你哋講我係乜人？西門彼得應講：你係基督，係永生上帝嘅來。耶穌對佢講：用那嘅來嘅西門，你真有福氣，因為你唔係人指示你嘅，係我天堂嘅阿爸啟示你嘅。我讓你講，你係彼得，係磐石，在了磐石上，我愛建立我嘅教會。連世界權勢也無可能贏過佢。我愛將天國嘅鑰匙交俾你，你在地上所禁止嘅，在天堂也愛禁止；你在地上所批准嘅，在天堂也愛批准。然後耶穌吩咐學生，絕對唔好老瑪撒講佢就是基督。對這事開始。耶穌明明指示學生，佢一天內上耶路撒冷去，對佢哋長老、祭司長老見學教師受千多嘅苦難，也會本人殺害，仲係第3日佢會復活。彼得來等耶穌，開始勸佢講：主啊，做唔得，呢件事千萬做唔得，臨到你身上。耶穌轉身對彼得講：撒旦，閃開！你係我嘅絆腳石，因為你嘅想法唔係對上帝來嘅，係人嘅想法。然後耶穌對學生講：想愛聽我嘅人，就愛標貼自家，扛起自己十字架來聽我。因為想愛救自家生命嘅人，反轉會喪失生命；為到我喪失生命嘅人，反轉會得到生命。人那係傳到全世界，仲係喪失自家嘅生命，有乜嘅路用呢？當然冇。佢愛拿乜嘅來換自家嘅生命呢？
人子爱在加把嘅阳光中，同佢嘅天使共下來。這時，佢愛照工人嘅行為施行報應。我實在老二度講，其在兩位嘅人，有到在死以前，會看到人子臨到佢哋當中來掌權。